佢一 download 咗嘅 app 咧 ，automatically 咧個 device 一開咧就會自己去幫你揾晒呢啲 device 出嚟，咁你即時就可以 take control 佢。最 basic 咧就係可以做到一個 on off 啦。如果有一啲燈係dim darkable 嘅，本身係可以調光暗嘅，或者調彩色嘅，咁亦都可以去做到 color 啲啦。再唔需要揾燈掣，只要有手機應用程式，無論喺邊都可以控制全屋嘅燈，甚至係其他家庭電器。Coden 嘅公司幾年前成立，經營嘅就係呢啲用藍牙連接屋企嘅燈同插頭嘅裝置，將呢啲電子產品結合網絡，接收指令，正正就係實踐咗物聯網嘅概念。譬如歐洲嘅有啲比較大嘅 Trust.com 啦。咁美國嘅 Best Buy 啦，咁其實佢哋都開始去接觸我哋啦，買我哋啲樣板翻去啦，其實就係想喺佢哋嘅 store 上邊去賣呢啲產品嘅。除咗自己生產，佢哋公司都會幫其他電子產品生產商將佢哋嘅產品注入物聯網元素，甚至吸引到跨國企業同佢哋合作。我哋自己本身擁有咗個技術啦，咁我哋自己生產唔晒所有嘅產品嘅。咁但係同樣嘅技術其實係可以 apply 喺唔同嘅產品嘅。好似施耐德咁樣近期去揾我哋去 initiate 一個 development project， 以佢咁嘅公司規模，因為佢係世界係 number one 嘅一個做呢啲製嘅一個 leader 啦。如果我哋嘅公司唔係有一個 uniqueness 去做呢啲咁樣嘅 technology solution 咧，基本上佢係唔會去接觸到我哋。其實好多時我哋所謂嘅啲電子產品，雖然佢本身係 standalone， 其實佢已經有能力去收集數據嘅，只不過呢啲生產商可能忽略咗呢啲數據嘅重要性，或者另外一方面就話，就算收集完數據之後，佢哋唔知點樣去做分析。Yuki 話：其實各行各業都可以應用到物聯網，不過唔少中小企都唔知點樣踏出第一步，或者係因為擔心龐大投資而卻步。其實市場上面咧有好多唔同嘅軟件或者技術公司，例如微軟咁，其實已經提供緊一啲所謂物聯網嘅平台服務嘅。一般嚟講，佢會提供咗一啲可能係一啲數據嘅分析啦、儲存啦，甚至係運算服務。而呢啲服務嘅收費一般都係 pay as you go。簡單嚟講就係你用幾多俾幾多。你都想了解多啲物聯網可以帶嚟咩商機？香港貿發局喺10月13號將會舉辦物聯網革命如何促進你的商務發展會議，請嚟微軟、三星、英特爾、飛利浦等多間科技巨企嘅代表，分享物聯網嘅最新發展同前景，仲會有本地初創企業分享佢哋應用物聯網發展業務嘅經驗，免費入場。